将士400首。400首，咱这要唱反复过来，等下搁唱2遍吼。来，咱为前奏。愿主的爱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你赐我你心心的安宁，甲你分享主的家道，亲像当老我水，你丰富我安眠，看见主的光。干燥。愿主的爱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主赐我你心心的安宁。咱练习到这，请牧师。兄弟大家平安。请问咱所敬拜的上帝是一成不变的上帝，还是日日伫咧换新的上帝？确实吗？我甲你讲，咱的上帝，永福教会的上帝，是传统的上帝，嘛是日日伫咧换新的上帝。你们同意无？因为咱的上帝是活伫过去，嘛活伫现在，嘛阁活伫未来将来，所以真侪人也阁踮咧敲找上帝啊！你的真理是啥？你的形貌是啥？你要用什么方式要带阮行头前的路，拢也毋知，迄是一个奥秘。所以有一寡教会伫咧讲，即马咱的上帝是古早所以拢伫咧传统的上帝、教义的上帝。咱的永福教会是教义传统的上帝，嘛是伫咧带咱行往未来的上帝。这个上帝是奥妙的上帝。要讲阿门无？咱三甲来祈祷。主上帝，阮感谢你，互阮的永福教会，阮欢喜开阮的心胸，甲真理三甲对话，开阮的目睭，要来敲找奥妙的上帝伫阮的中间所做奇妙的事。愿迄个早。4000年前、5000年前，一个带亚伯拉罕的上帝，今仔日嘛伫咧带即间教会，今仔日嘛伫咧带阮即代的人的人生的路径。即个上帝嘛伫咧带阮行行顺顺。虽然社会的变迁，人对真理、对专业的人物直直咧换新，阮的子孙嘛伫新的时代不断伫咧面对因的问题，总是。真理的上帝、奥妙的上帝，早就伫遐咧等阮的子孙。阮恳求你保守阮，会当继承古早的上帝信仰，然后到阮即代，搁甲即个上帝搁较具体化，活伫现在做光做盐来见证，然后互阮会当继承了后，搁传出去，互阮的子孙嘛认捌即个上帝，然后即个上帝牵因的手，带因人生的脚步，直直行往新的未来。迄个是一个也毋知，完全拢也毋知的上帝。总是即个上帝伫遐咧带阮甲阮的子孙，愿你做即个教会的主，带阮的教会行搁较水的面仔载的见证。今仔日用一个新的面貌，我要学乐感谢，我要欢喜的心来看见生命伫你的面前，得到你的囝耶稣基督丰富阮的生命了后。这个人要来吟诗，要带阮来学乐，要来感谢上帝，
主耶稣真正有你伫阮的生命中，阮的生命变做加足水，加载有你。但阮用敬虔的心，要来听候上帝你的话，甲圣神甲阮同在，愿你感纳阮的敬拜，靠主耶稣的名，阿门。亲兄弟，大家平安。咱着用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用感谢入伊的门，用乐乐入伊的院，唱歌来到伊的面前，用伊唱乐乐的诗歌。咱做伙来唱，咱着来吟诗 A 的部分。咱着来吟诗，吟诗好了耶和华。咱着来吟诗，吟诗好了耶和华。着出大欢喜的声，着出大欢喜的声，好了拯救咱的救华，好了拯救咱的救华。大声，咱着来吟诗，咱着来吟诗，吟诗好了耶和华。咱着来吟诗，吟诗好了耶和华。着出大欢喜的声，着出大欢喜的声。我的拯救咱的救华，我的拯救咱的救华。来啊，咱着用耶和华唱歌，用救咱的救歌出欢喜的声。咱着爱学乐耶和华，伊的强宠学乐伊，伫伊的圣所学乐伊。咱做伙欢喜来唱歌，咱着来学乐耶和华。三见面，咱就爱学了耶和华，伫伊的圣所学了伊；咱就爱学了耶和华，伫伊的强宠学了伊。就因为伊的大能学了伊，就因为伊的恩光学了伊，就因为伊的慈爱学了伊。咱拢是受造万米，受造万米，拢就来学了伊。感谢上帝。耶和华，咱就爱学了耶和华，伫伊的圣所学了伊。咱就爱学了耶和华，伫伊的强宠学了伊。就因为伊的爱念学了伊，就因为伊的恩光学了伊，就因为伊的慈爱学了伊，受造万民拢。百米都是爱学乐伊，来啊！咱着鞠躬敬拜，跪落伫创造咱的耶和华的面前，因为伊是咱的上帝，
伊是至圣至权的君王，咱着开声来吟诗，咱着诚心来敬拜，咱着同心来学乐。咱做来唱，咱同心学乐耶和华。咱同心学乐耶和华，因为伊是至圣至权君王，咱为了敬拜，咱跪下吟诗，咱同心学乐耶和华，咱同心学乐耶和华，咱同心学乐耶和华。伊是至圣至权君王，咱为了敬拜，咱跪下吟诗，咱同心学乐耶和华，咱同心学乐。是咱要同心学乐耶和华，因为伊是至圣至权的君王。咱跪乐敬拜伊的面前，咱要开声吟诗，咱要直接祈祷，咱同心学乐耶和华。咱跪下吟诗，咱同心学乐耶和华，咱同心学乐耶和华，咱同心学乐耶和华，因为伊是至圣至权君王，咱为了敬拜，咱跪下吟诗，咱同心学乐耶和华。耶和华是大的上帝，是大的王。咱到伊的面前，感谢伊，学乐伊的名，用诗歌往伊处欢喜的声，往咱的上帝来唱歌。最后，要邀请兄姐用虔诚祈祷的心，慢慢来唱，咱着来吟诗落尾的部分，真做咱的祈祷。咱着来吟诗，吟诗学乐耶和华。咱着来吟诗，吟诗学乐耶和华。跳出大欢喜的声，跳出大欢喜的声，学乐拯救咱的救我，学乐拯救咱的救我。阿门。阿门。会众请起立。我要时时学乐耶和华，学乐伊的话要常常伫我的喙。我的心神要因为耶和华来夸口，谦卑的人听见也要欢喜。恁甲我就学乐耶和华最大，三甲尊伊的名最悬。这是咱三甲来坐念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
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今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边，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这是请咱犹原徛伫咱三甲来祈祷。愿阳光归伫你，阮永远的天父。你牵得阮的学乐甲敬拜。阮打自执要来向耶和华唱歌，救阮的石盘出欢喜的声。恳求你用你的荣耀眷顾阮，互阮伫你的面前用专一的心虔诚敬拜。主啊，阮也要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用诗歌来表达阮对你的感谢。因为你是大的上帝，将逐项的恩惠赏赐予阮，甚至差遣你的独生圣子，互阮因为耶稣基督罪得到赦免，得到新的生命。阮也要感谢你每一日保守看顾阮，互阮逐工拢会当经历到对你来的平安甲喜乐。伫今早起的诗歌见证会，阁有下晡的音乐会。阮要通过诗歌、乐器来回应你的听，祝谢你的名，传播你的救恩。用诗歌来讲起你的荣光，用音乐来讲起你奇妙的所在。愿圣神亲自带领，互参与伫即中间的兄弟，拢经历到主的同在，也领受对你来的施恩祝福。将今仔日的聚会交托伫你的手中，安尼祈祷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会众请坐。这是咱三甲来交托启应文，启应文第46篇，也是以赛亚书的第45章。启应文第46篇，我来启，请大家来应。创造天的上主安尼讲：伊造地，互地有形体。伊造的毋是混沌。这声，伊安尼讲：我是上主，以外无别个。我无隐捌，我无伫隐捌，也是黑暗中甲恁讲。我上主所讲的是真实。这是咱最近来讲授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诗篇第95篇第1节到第7节。诗篇第95篇第1节：来啊，咱着向耶和华唱歌，救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用诗歌向伊出欢喜的声。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是大的王，赢过拢总的上帝。地深的所在伫伊的手中，山悬的山尖也属伫伊，洋海属伫伊，是伊创造的，大地也是伊的手造成的。来啊，咱着鞠躬敬拜，跪落伫创造咱的耶和华的面前，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养饲的百姓，是伊手的羊。愿上帝的话成做咱每一个人的帮赞。这是咱来朗读即礼拜的金句，伫诗篇第100篇第4节，请咱做阵来读。
着用感谢入伊的门，用学乐入伊的院，着感谢伊，学乐伊的名。咱搁一摆来念，着用感谢入伊的门，用学乐入伊的院，着感谢伊，学乐伊的名。这是献诗，咱要请双联团契，双联团契所要用的献的诗歌是哪行哪吟。接续讲道，咱要请王牧师。王牧师所要分享的题目是：来啊，来往耶和华唱歌。大家平安。真多谢少年团契今仔日所献的诗，哪行哪吟。因为伫咱的人生的路，起起落落，当时要拄到什么代志，咱拢毋知。但是基督徒有一个足要紧、足要紧的信仰的态度，就是无论伫什么款的情景，我的人生顺境也好，我要吟诗学乐；拄到逆境、拄到代志的时，我也阁要用信心活靠。所以是顺是逆，是欢喜无欢喜，真侪代志，咱就是要强强要求家己，勉励家己，毋通累志，毋通失望。伫我的人生，我要哪行哪吟诗。即摆问题是，毋知咱有诗歌通吟无啦？较吟拢是三声无奈，较吟拢是补破梦。
还是你有一寡圣诗伫你的内面，通学来陪你？伫欢喜的时，你通学乐；伫艰苦心的时，你还阁有遐诗歌伫咧陪你行过，伫咧安慰你的心境。哪行爱安怎？哪吟？基督徒，咱的人生一个足水足水的代志是，伫咱的人生虽然咱拄着代志，但是咱无互遐个代志甲咱困住、绑咧、陷落伫迄个陷阱。亲像保罗伫哥林多后书第4章，遮所讲是讲，咱亲像宝贝刻伫迄个肺仔内，咱四面受着对敌，总是咱无受困住心内，虽然常常为难，总是咱无抵到失望，拄着患难，拄着压迫，咱无倒落去。毋知即个上帝，保罗的上帝，亚伯拉罕的上帝，是毋是原来是你甲我的上帝？咱的早起下礼拜较特别，咱要邀请两个歌者伫咱的中间。第一位咱要请庄教会老师，好无？我想咱今日咱拢无爱拍谱啊，因为伊原来要将伊人生的经历献予上帝，感谢上帝。伫人生的逆境的，伫人生的路程的中间，真正有真水、真温馨、真受疼痛甲保护的一面。总是当时要拄着代志，咱毋知。感谢上帝，今仔日即个主上帝、亚伯拉罕的上帝、以赛亚国的上帝，原来变做佳慧老师的上帝。即个上帝一步一步，咱诗班真爱吟的，一步一步。即个上帝真正一步一步带伊行过来。OK， 来，咱将即个时间交予伊。第一首伊要吟的诗歌是《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这是萧泰然老师的歌。感谢神。伫吟诗之前，我爱甲大家讲，歹势，我的台语毋是讲足冷淡的，我会讲一寡国语。若是听不懂的，边仔会当斗相共吼。谢谢。感谢上帝，互咱会当伫伊的圣殿当中来同心敬拜。咱是蒙恩的罪人，因为上帝竟然属于我们，我们竟然也属于上帝。因为我们在罗马书，唔知大家会记得哦，我们在上帝的眼中其实是有3个身份的，记得吗？咱3个身份是上帝讲，在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子为罪人死。所以这个是我们第一个角色，就是我们还软弱。第二个就是在基督里，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以为咱死，上帝的爱就是在此显明，就是我们是罪人。第3个就是在我们做仇敌的时候，我们是上帝的仇敌，且借着神的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所以上帝借着他自己的独生爱子，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成全了这个救赎的恩典。不然在上帝的面头前，那应该是爱该死的人。上帝的愤怒是在我们的身上，但是为了要完成他的公义，上帝把他自己的儿子献上，也就是上帝他自己。上帝给人的启示，就是说人最终的结局就是死，就是上帝的愤怒。上帝让我们知道，上帝让我们今天在这边能够一起敬拜他，这是很大的恩典，因为我们一点都不配，不是我们很可爱，不是我们比较善良，不是我们比较聪明，不是我们比别人更好，乃是上帝特别拣选的恩典。所以我们今天在这边，我们感谢神，因为神说，神没有告诉我们下一步会怎么样，但是神说，我是你们脚前的灯，我是你路上的光。然后就像诗篇大卫所说，耶和华他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是我的目标，我无欠亏。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带我伫安静的水边。伊予我的灵魂精英，为着伊的名，带我行伊的路。我虽然行过水的山沟，也不惊灾害，因为你甲我伫地。你的对，你的乖，安慰我，伫我对敌的面前，你讲我百世英雄，你永远我的头家，我的杯满出来，稳定甲慈悲的脚对我到一世人。我要我行进你耶和华的厝，我要永远行进你耶和华的厝。阿门。无伊目屎，就无有安慰；无伊的死，就无活命；无伊无悔，就无赦罪；无心意的，就无冠冕；无伊见笑，就无应有，无伊头盔，就无伊路。
就无冠冕。感谢神，没有十字架，就无今仔的咱会当徛伫遮。我是一个传统的民间信仰的家庭，然后上帝让我在意大利能够认识他。我也特别感谢今天我妈妈能够来到这里，来到上帝的殿当中。为信主的家人带到是很漫长的路。感谢神，我有这样，谢谢。上帝荷兰得救，然后我们欢欢喜喜领受。那上帝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给咱雕塑，因为上帝讲伊是圣洁，所以信我的人，你们应当也要圣洁。可是我们信的上帝，我们这个罪行还在，上帝就一一的用他的真理的光照我们，也用许多的困难，互咱会当学亲像上帝基督安尼。上帝在我身上，我去到罗马，我是学声乐，去罗马读音乐学院，我是第1名考入去的。然后我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那时候是在意大利信主，然后上帝让我就是平安的毕业。那毕业之后，我拍算讲要来去参加很多比赛，然后找了一个老师，结果学无偌久呢，这个就是最好的老师，我甲他个做尊重他，也很爱他。但后来学了，竟然我5个音拢唱袂准，就是唱甲足，现在很难去跟大家讲，就是连5个音唱不上去，唱不准，然后高音也没有。那时候毕业啦，拿着一个很光鲜亮丽的那个文凭回来，要开始，然后上帝知道，因为我内底其实我做野心也很大，也很自私。学到什么物件，因为咱敢若功夫同款，我学什么功夫呢？我袂甲人分享。我感觉这是我家己领悟到的。我会甲别人讲，别人唱了比我较好，那会使呢？所以我拢暗藏。上帝知影我的这个私心。那所以，上帝也在服侍的当中，我嘛是拢做斤斤计较的，我做宝贝我的声，也要献诗，也要创啥，我也感觉讲安那伤到要耗掉我的声音，我很爱惜我的羽毛，所以我在服侍上我就推拖，常常都是这样子。那上帝知道，所以上帝让我就在我要参加很多比赛之前，上帝就让我倒下去，我倒咧。然后我嘛去找足侪其他的老师，其他老师嘛害头讲奇怪，你著毕业了，哪会唱安尼呢？然后我就知影讲，这毋是我要去找的老师啊！我就家己安静搬厝，搬去庄脚，意大利的庄脚，家己慢慢想，慢慢练，慢慢祈祷，慢慢想，我哪会发生什么代志安尼？上帝，你是甲我修剪是要创啥？是什么意思吗？所以后来我明白。然后那个时候，我也跟妈妈也说毕业啦，要不要回来啊？我也不敢回家，因为觉得说，唱一首歌嘛，唱首歌很容易嘛。他说我就唱不出来，然后就那个时候也觉得倦鸟，想要回家了。唱得好不好没关系，就回家吧。就回到台湾来，爸爸妈妈也很好，就也没有去说你要干嘛。那个时候
我就去到一个音乐教室去教钢琴。然后是我自己觉得教钢琴是很好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我拿一个声乐家文凭回来，然后去在一个音乐教室教钢琴，自己心里面难免很说不过去，就是很难受。但是我就在那边也教钢琴，有遇到了一个后来上帝让我在台湾遇到了一个我在罗马认识的一个学姐，一个声乐家，她很帮助我，她知道我的困难。他接待我，住在他家，给我吃，教我唱，教我重新唱，然后甲我讲陪伴我斗阵祈祷。伫伊的形象，我看到讲，他怎么这么无私的在帮助我啊？然后他一步一步的，不是只有那个阶段。她是马来西亚的一个女高音，现在回去马来西亚了。她唱得非常好，有时候也是跟唐牧师一起来台湾布道有唱。他一直是上帝差遣来帮助我，那很感谢他。然后慢慢的，我5个音可以唱得准，慢慢我自己再学起来。我现在还不是说唱的像多好哈，那是我至少还可能唱一首歌，好好的来赞美神。上帝让我知道说，其实你自己抓住的，其实都没有。有一天上帝说拿走，你就拿走了。那你自己可夸的也没有，你自己想要紧紧的觉得说我一定能够靠着自己的努力一定能怎么样，没有，就是一场空。这就是上帝在我生命当中带领我，使我唱歌能够好好的去欣赏。现在的我非常能够欣赏许多人唱歌，我都觉得好美哦，真的很美。我不是在那边说一些夸奖，我觉得好美，你们可以这样开心的唱，真好。然后看到有唱歌有困难的，在学习过程有困难的，我也是觉得加油，在努力，一定能够，我很能够感同身受那样子的一个困境。然后对，这是我歌唱的路，所以上帝将那个生命破碎，但是他重新再建造，因为他是我的牧者。若是他要使用我，他就必须将我的生命的一些不洁拿掉，让他自己的话带领我，让我的里面有他的生命在其中。接下来我祷告了4年，结婚之后有了小孩，这是另外一段故事。不好意思，在讲这段故事之前，我想知道那个对，因为我有近视，我那个时钟我可以到何时？我怕耽误到接下来的时间。就我祷告了4年，有了一个小孩，然后这个小孩出生都非常好，我们感谢神，我们将他献上，和上帝后来当和上帝使用。可是在3岁开始3岁，伊的听力就愈来愈无好。伊即摆伫啊，因为伊4点起来看册，即摆足忝的，伫遐困去啊。没关系，他3岁就开始听无，轻轻啊听无，然后我们就很讶异，怎么发生什么事？所以我跑了看做者医生，做者检查，拢唔知影什么原因，一切都正常就是听力越来越听不见，就听啊，然后我们也祷告好，没有关系，靠着祷告，大家都在祷告，很努力的祷告，跟上帝在那边祷，但是每次要陪他去做听力检查，我的心都在被刀割，一次一次的掉，一次一次的掉，那个掉的速度是足紧的哦，比平常一般的听损的小孩更较紧。我就足纳闷的讲，奇怪，上帝，开玩笑，这是什么？我们依靠你，为什么你没有让我看到一点，就是给我们一点给我们一点那个见证啊，不是很有力量吗？靠主能够得医治，不是很有见证吗？但是上帝没有这样成就。到最后，那个听力师跟我讲，是时候到了，因为实在是听无啊。到最后要去学校或者在跟我讲话，
我都要用手写的跟他沟通。然后他以前很爱听音乐，后来听不了，那我也不听，因为听音乐对我们的沟通是一个很大的，就是很吵。对，因为已经听不到了，所以我们家以前很多音乐，就是因为他，然后我渐渐也不听音乐，因为我觉得我要跟他沟通，我需要安静一点，我都需要安静，非常安静，都不要打扰，所以就也渐渐的，我也比较少唱诗歌，我觉得唱诗也没有努力，没有心再去唱。我以前野心大，但是后来我觉得陪伴孩子比较重要，所以我也觉得努力这么久，放弃也就罢了。只是我想到妈妈、爸爸辛苦的栽培，他会觉得感谢神。就像今天能够让妈妈再听到我唱歌，我就很感谢神。其实我今天是很久没有唱，但是我感谢神能够还唱，而且没有就因为像运动员一样啊，一唱就是我们没有练了，我们就不没了。但是感谢神，我今天再一次也让我来经历上帝的恩典。然后这个孩子后来，听力是说他必须动电子耳，好，电子耳就是把那个头打开，然后植入那个电子耳进入他的耳瓜挖个洞，然后进去用电极去刺激，所以他听到的声音跟我们会不一样。就像我们可以听音乐，但是他可能没有办法听音乐，这是我很难过的。他没有办法听音乐，然后但是没有办法要走到这一步，所以我们就开了电子耳。开了电子耳，我还是继续祷告，因为还有另外一个耳朵还没有开，我还有可能有奇迹。这个耳朵至少保留住嘛，那个助听器还可以，可以听到音乐棒吼，电子耳听不音乐棒，但是隔1年之后，那另外一个也没了。我就祷告到最后，祷告到要开刀一天啊，祷告平安，也是经过了很多的挫折，就觉得上帝很熬练我们。但是得到了这个时候，2耳都开完了之后，我就不祷告了，我就不祈祷啊。说啊，就是挣扎了很久，征战了很久，摔跤了很久，祷告了很久，就还是这样子。我知道我必须接受，但是上帝默然不语。虽然他有他的美意，但是我从谷底当中，我必须要站起来。但是我没有办法靠我自己站起来。说神啊，我好累，你既然决定这样，就这样吧。而且他不能听音乐，是我心里面很大的障碍。但是后来他开了，我跟他沟通都很好，他也能够听到上帝的话，在主日学好好听到上帝的话。那也是因为他，我从很爱惜我自己羽毛，我歌唱，我很爱惜我的声音，也因为他要让他主日学听得清楚，我也投进了儿主的服事，我就去教儿童主日学。我也发现这个儿主这一块服事真的很重要，很重要，就像撒种在囡仔心内，长大如何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个撒种很重要，所以就儿主教啊，用声音啊，那个吵吵闹闹的这样，但是我都觉得很开心，让我能够做这个服事，撒种在这些孩子的身上。以后到大了，可能有一天他们离开，但是他们有一天上帝圣灵可能让他们想起来上帝的话。所以我的孩子现在可以正常的学习，然后他也还可以听一些音乐，我也觉得很开心，我也很感谢神。那能听不听音乐，我也感谢神，我也把这件事情降服在上帝的面前，因为会当听到上帝的话，会当明白上帝的话，这是对囡仔更较重要的代志。那上帝要让我走的是接受这样的事情，而且在这些事情上顺服上帝，因为上帝有他的美意。虽然
虽然我唔是做明白的，但是我相信上帝掌权，因为没有一件，上帝是不出错的上帝，上帝是不误神的上帝，上帝他从来没有像我们人会搞错，上帝没有弄错，上帝的安排都是好的。虽然我不明白，但是我只知道他爱我们。所以上帝带我们走的是，不是得救啊尔，那是爱我行一个，做一个得胜者，得胜我的软弱，得胜我的困难，得胜我的信心不足，得胜我许许多多生命当中的贫穷，然后靠主的话能够长成。就请讲圣经上有一句话是说，患难会当生忍耐，忍耐会生老练。老练就是咱一个属灵的意志力，那个属灵的意志力会长出来。那老练就生盼望，盼望是上帝给咱的愿望，上帝给咱的愿望绝对不会失败，因为那是上帝的应许。所以上帝的应许不是走这一生，而是在永世里面跟他一同作王。这是上帝给我们很大的应许。所以上帝应许说：“你们不要怕，因为我与你们同在。”所以有十字架的福音，接下来我会跟诗班在一起献诗的《十字架》这首诗歌。我很爱唱十字架，因为若没有十字架的大能，就不会有今天的我们。若没有十字架的大能，咱今仔就袂当重生。若没有重生的基督徒，就不会经得起苦难。因为唯有经得起苦难，是靠着那复活的大能。所以我跟诗班一起来献这首《古旧十架》。我爱高举十字宝剑。
迎接我同升天，永远和谐相融，不再分家。我爱高举十字高架，直到在主台前见主面。我一生要为荣十字架，此生家和万国的冠冕。就是伫患难中也着欢欢喜喜，因为在患难是老年会生愿望，咱也搁伫咧愿望，因为真侪代志发生伫咱身上，咱真正也搁无明白。不过我靠迄个想使我开力的，我事事拢会，我也搁有够强的信心。虽然流着目屎，也搁带着微笑，也搁嘴要唱诗歌，也搁一步一步向前行。庄妈妈，你有看到你的查某囝，搁伫众人的面前在唱歌，愿望未来。咱还搁伫遮个囡仔的面前，咱要看到遮个囡仔，伊有无共款的故事，甲咱无共款的故事，要讲互世间人听。真多谢。庄老师是一个专业的音乐家，伊用伊的专业，甲伊个人生命的经历，伫遮做见证，献互上帝。毋知你有听到拄则伫咧讲应允，啊，也阁无明白，但是信心伫咧听候明仔载，明天会开花结籽。即摆要请一个我的老朋友，伊毋是一个专业的音乐家，伊的专业无人有，伊的专业是咧分析大部人的争执。全台湾第一个，所以若袂生的拢去找伊，伊有互你能力带来爆发力。伊是一个专业的医生，但是无咧看病，因为伊有真侪新的发明、新的专业专利，然后伊即马拢伫咧写歌，伊伫咧关心台湾。伊伫咧陪伊90几岁的医生老爸，伊是一个真正直的人，伊心内无冤巧，然后伊足无法度忍受有人爬伫咱的面顶，咱互伊真侪的机会、权力，总是遮的人，竟然你无好好。做你该做的工，无完成你的受托，你无照起工，啊，伊会挡袂牢。地地人医师伊原来食到老国国，才生囝，虽然家己是这方面的专家。伊的太太夫人原来是医生，菲律宾的华侨，原来伫咧研究这类似大部人的问题。所以感谢主，一个真专业得到几啊项专利的人，伊人生到尾期来，伊写真侪歌。你若上网查即个人，地地人医师，你会看见一堆伊写的歌。伫温哥华，我甲拍电话，郑医师，我教会要做电视的广告。我敢会当用你的歌？爱偌济钱无？伊讲，牧师啊，你要用的毋免。
所以温哥华，你若看温哥华的电视拍开，伫12点遐，你就开始会听到一首歌。福摩沙，咱的梦，咱的爱，啊，这是伊的歌。所有伫遐台湾的移民者，听到这个，目睭拢开开，透伫电视有即款。伫92大地震的时，伊就写一首《天总是会光》，天总是会光。伫迄个时，所有全台湾的电视拢伫咧播送即个歌。伊即马写马街最后的主家，伊即马写高祖明牧师我的祈祷，伊即马直咧写圣诗，咱的诗篇100篇。伊写即马直行入来伫信仰，因为人生到尾看见人爱有信仰，人爱有上帝，台湾嘛爱有上帝。来，这个是咱来请郑志仁医师。即马咱要来看他自己创作，他自己弹，他自己唱，但是伊毋是专业的人。我伫温哥华牧会10几年，我有特别邀请伊去遐演唱2摆。然后又家己搁去北美搁设一年，伊是伫北美足出名、足互人足欢迎本土的作曲家。来，这个是将时间交互你。呀，免拍破我无要紧，咱到最后咱再来。咱看见讲，咱来看见讲，无论你是啥人，人生到尾你会发觉。有信仰甲无信仰差足多，有上帝甲无上帝的人生差足多。伊直直讲，虽然我也无说你，但是伊是一个有上帝的人，才会写遮尔多信仰的诗歌。各位敬爱的牧师，各位敬爱的教友，我捌王牧师的时阵，我的头毛也是乌的啦。因为王牧师是我真敬仰的一个牧者。咱像这世人行到即阵呢，我一直用感恩的心来感谢养饲我的老爸、我的兄弟，教示我的老师，照顾我的朋友。我用感恩的心来回馈这块养饲我大汉的土地。我拢认为音乐家有责任来唤醒伊生长这块土地上的灵魂。所以我一直用赎罪心来跟随着上帝的脚步。我的一生一世都是用这种心情来咧对着上帝，我伫上帝的这个脚边来做咱的事工。今仔日足欢喜，会当甲大家来分享诗歌。第一首要甲各位分享的是我2015年的4月，我去台南看郭俊明牧师，伊的厝内底有刻一个伊的诗篇，是我的祈祷。这首诗是我4月4年前的4月甲谱刻的一个作品。这是应该是第2首啦吼。第1首要甲各位分享的是诗篇100篇内底的一个第1章节。因为这个诗篇我有甲
编做4个章节，啊，那有机会再来甲这首歌4个章节甲唱了。今日要来甲各位分享的是第1个章节，感谢甲学乐。着因感谢日皮的门，因学落日皮的耳，着感谢伊学落伊的命，着因感谢日皮的门，因学落日皮的耳，着感谢伊。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是到万世代。阿门，阿门，阿门。伊的信是到万世代。着因感谢日皮的门，因学落日皮的耳，着感谢伊学落伊的命，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心。是到万世代，阿门，阿门，阿门。伊的心是到万世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哈利路亚。我的祈祷，这首歌要献给各位，要献给我足敬爱的郭俊明牧师。我伫美丽岛事件就开始认识这个长辈，这个谦卑的牧者。我的祈祷。上帝啊，恳求你赐予我，亲像泉水将款清起的心灵，亲像关山坚固的信仰，亲像碧海飞远方的平原。像香片手建中的体片，上帝啊，
恳求你赐予我，亲像泉水相款清气的心灵，亲像关山坚固的信仰，亲像白下陪阮风的品行。亲像香片手建筑的体皮，为公义受苦是最是予我。那来往相款的勇敢，为公义受苦是那样个相款的温柔。为爱落落是那水牛相款的决定，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阿门，阿门。上帝啊，恳求你赐予我，亲像泉水相款清气的心灵，亲像关山坚固的信仰，亲像白下陪阮风的品行。像香片手建筑的体皮，为真理奋斗是求你予我，那来往相款的勇敢，为真理奋斗是那有个相款的温柔。为爱落落是那水牛相款的坚韧，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阿门，阿门。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阿门，阿门。底下有看到一个字，英语的字，迄个是应该是爱 lion，L-I-O-N， 因为西刻伫遐，伊感觉，嘿，所以伊就用英语 lion 表达。你会当看见，逐摆若听陈医师的诗歌。真紧，迄个心灵真紧的感应，你的心会去互拖去，然后你的感情会对伊走。一般要听伊唱歌，毋是遐简单，伊足大牌，伊无凊彩。但是因为我知伊下晡咱伫遮迄个分曲要唱歌，要唱几若条伊的歌。伊会来，我讲太讨会使，敢若来下晡，下早起都爱来遮斗阵做礼拜，所以我就拜托伊，无论如何爱来遮过暝，爱甲我困一暝才会使。所以真多谢。我想咱即个时，咱就看到两个
有无共款的人生的经历，但是最后拢伫咧感谢上帝的恩典，着感谢入伊的门，着学乐入伊的院，着感谢伊学乐伊。你看一个，拢伫遐将信仰、将上帝刻伫中心，因咧祈祷，真诚实甲自爱会当相拄，公义甲真理会当相亲相揽。但望即款的祈祷，就早一日临到咱台湾来。教会老师甲迄个咱斗阵，甲因说一个多谢，好无？愿即个咱的见证的是上帝啊，有你真好。阮的人生甲阮带到伫遮，阮要阁继续行落去。多谢。小等，伊踮遮咧等有一个节目，等下再来，多谢。你有啥物故事会当甲人讲？信主遮尔久，信主到第2代、第3代，你有啥物诗歌会当人唱？咱每一个人拢爱变做一个信仰的见证者，请咱逐个人注意，用你的人生好好行，为着要荣耀上帝利益人，见证上帝的名，就用学乐。咱来读一个今仔日的金句咧，好无？摕起你的周报来，咱斗阵搁做声来读一摆。预备来，就用感谢入伊的门，用学乐入伊的院，就感谢伊学乐伊的名。咱三甲来祈祷。上帝啊，愿意搁继续踮伫阮内面，用圣神的大贵力。成就一切，超过阮所想会到的。挖开迄个想使阮开力的，阮事事拢会。虽然阮的人生也阁有真侪无明白，总是阮要阁继续深信定根伫你。毋若阮家己，阁阮甲阮的家定义要侍奉耶和华。毋若阮甲阮的家，阮望全台湾会当充满有你的听甲真理，用公义、真理、和平、仁爱来带即个台湾直直行更较水受蒙恩的地，迄是一个应允的所在。阮安尼祈祷，感谢，靠主圣名，阿门。感谢上帝，咱犹原会当开喙出声来学乐主。即时咱要用圣诗第304首，我要学乐，咱做阵来学乐咱的上帝。我要学乐，我要学乐，我要学乐，我主上帝。我要学乐，我要学乐，我要学乐，我主上帝。约翰有听见，拢总受属惊离，因一齐出声学乐主圣名。有人在祈祷，有人在唱歌。因一齐出声学乐主圣名，咱做阵起立来吟全首。Thank you.
请坐。这是咱三甲来回应上帝的疼，请咱来奉献。会众请起立。会众请坐。下面报告加介绍，咱请有牧师。1 2 3 1。来，这个时来请教会老师来一个好不好？不是我要献给你，曾志仁医师特别交代，伊要亲自来献给你。是安怎？你要出这招？因为我感觉吼。教会老师，伊经过人生的这个历练，吼，使人真感动。伫上帝的引带，伊会阁行出来，啊，都是为了荣耀上帝。啊，我真希望讲，你会当以后伫上帝的保守之下，事事平安喜乐。所以我早起咧食饭的时阵，啊，牧师，我哋甲伊提起这个问题，啊，咱就是来甲教会老师来甲献一个花，谢谢教会老师。愿上帝赐阮祝福，保守恁两位，真正会当将家己发展搁较水，荣耀上帝，利益周边搁较侪人。来，咱这个是咱来甲培养教会疼惜这个家庭的妈妈好毋好？迄个会当生出伟大的人的巴肚的，这个足伟大。来。咱来甲教会妈妈拍一个抱仔咧，好哦。毋望教会妈妈，原来伫你的附近咧，当找一间教会，入去安尼甲人安尼，好无？教会生活足水哦。
啊。OK， 嘛要欢喜感谢今仔日安排教会老师来咱教会，我叫这。教会老师的两个小朋友，伊三个，今仔日来两个。一哲、一心，来，一心站在椅子上，来，嘿，一哲，咱甲因拍一个拍咧，好唔好？OK， 唔知还佫有新的朋友伫咱中间无？有新的朋友伫咱中间无？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做几项的报告。咱花语堂等下有开会吼，花语堂。然后咱的中执会因为下晡的音乐会的缘故，咱的中执会刷去第17。下晡秋之颂的演唱会，邀请所有兄弟来真水哦吼。第3点，3点咱开始原来伫即个所在有手整团，有分曲美声合唱团，咱的圣歌队以及郑律师甲教会老师拢会伫迄中间会过献唱，欢迎咱带朋友来哦嘿。拜五有蔡牧堂牧师的讲座，请咱踊跃出席。拜六咱有车要去参加咱长老教会为着顾台湾和民主即个伫中兴大学回顺堂，咱拜六下晡1点半，咱有伫遐超过4000个人，伫超过4000个人会租孙会堂伫遐做一场的礼拜。然后咱有一台游览车要出去，下早起就要出去。若会当参加的人，你也阁会当报名。咱一台车也阁剩规个2-3个位，然后迄个中山教会遐阁有20个人。咱若增加无要紧，会当阁甲因夹一台游览车，一个人敢若报名费200块若定。咱对下早起出去去踅踅咧，然后咱才倒转来，暗时才转来哦嘿。咱通过一群人的努力，即句毋知咱知影无？咱的电视已经有一个台语电视台，毋知咱知无？台语电视台14台公司14台。我想伊个节目真好。未来我望会当到努力，看会当有一个时段是咱教会时段无？再看会当努力用台湾话，遐拢是台语台湾话14台吼，请咱会当报咱特别即个长辈若要互电视看，你就甲14台甲开落去，互伊踮遐等吼。原来互咱的厝内会当有一寡子孙拢有习惯，佫转来习惯台语的话，莫拢开拢欢喜吼。这报咱知。所有教会所有遮的活动，特别圣诞节到啦，请咱为着所有遮的活动来祈祷。各团契请拢注意年底到啦，有真侪事，请咱各团契开始，无论是财务，无论是遮的行政，拢慢慢准备。咱真来到年底，将上水献予主。今年是咱教会几周年？60周年。所以你会当看到咱60周年，咱是对年头直直咧庆祝到年底，包括咱所有遮拢是60周年的一部分。好，咱的教会通过安尼了，咱就直直看到教会伫咧换新，哪来哪活泼，愿上帝施恩赐福。佮另外一个好消息报咱知，我直直要甲咱的教会遮的少年人会室咧。因为牧师团队直直到即久拢无用时间陪练，咱真多谢社会接受牧师的抱歉甲恳求，咱教会已经议决要聘请一个专职的传道者、传教者来牧养40岁左右到主一个老师、主一个迄个父母，望遮咱会当补起来。互咱的教会会当福音，会当搁较广传。因为少年的即辈若无人陪，就长起啊，过来出外去工作，出外娶某生囝，无习惯伫教会。若有人陪因伴烂，即段时间过手咧，因就煞直直起来。恁讲安尼有理也无理？有啦吼。所以咱真多谢咱的社会会当对遮个事。
所以蒋爸爸啊，将来这新的牧者，恁都来考去逐个人的厝恁遮的就逐个人拢少年囡仔40岁左右的，拢甲牧者请去恁兜，甲伊盘烂，去牧师馆甲因盘烂。以上报告，多谢。这是咱要来吟刷尾遍的圣诗，圣诗第400首。这首诗歌咱要唱2遍，请咱起立来吟诗刷，咱请牧师祝祷。愿主的仁爱甲你同在，无论你去到什么所在。愿三位一体上帝的神不断伫你的内面做工，直直塑造你，互你成做一个欢喜，徛伫众人的面前，分享主爱，分享上帝的权能，分享救恩的喜乐，上帝的百姓。但这个时，你已经领受信仰的话。心灵的激励，你就要出去。愿三位一体的上帝坚固你的手所做的工，互你成做荣耀上帝第一人的器具。对这时到永世代不尽，阿门。请坐，别倒。下早起咱的礼拜，咱嘛要真多谢蔡明宪部长的哥哥蔡明峰，伊伫美国甲咱的礼拜转化做台湾以外报告伫全世界去。愿上帝通过做人，咱直咧望将福音直传出去。感谢主。